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8，诗篇35篇27节咧讲：愿爱我受判无罪的人，快乐唱歌。原因不是讲，着尊上主最大，因为伊意爱伊的仆人平安欢迎。三个来祈祷，伊爱阮平安欢迎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至圣，无人通比的独一真神上帝。主啊！你是日日引带阮，阁予阮有无限稳定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！你的阳光充满伫全地，你的信实达到强冲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！愿要入你的圣殿，少念你极大的仁慈。愿要专心来敬拜，甲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！愿要立志来跟对你。主啊！愿要单单来倚靠你。主啊！愿爱我受无罪的人，快乐唱歌。愿阮不时称赞，来尊你最大，因为你意爱阮平安欢迎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